講後面怎會點解咁多人爭教導？姜濤多可激起千層浪，冷嘲熱諷其實及不上偽善論正義論的道德，表現來得耀眼，其實真話要同埋賊，一直都係一體之兩面，有好多人想知道啲咩講香港嘅流咁多人爭到想佢死，今日我哋就仔細進行分析，起有文化的根源。中意聽仆街，好似必須講香港人唔中意聽仆街，喺個傳統嚟的聽仆街，腐成為香港流行文化的一種黑色幽默姜濤嘅問題唔係單純喺佢身上，而係香港社會本身充滿對情公車的懷疑到基礎，香港人必須要面對的是欺騙文化係的，而且確存在的單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把所有事情都 break 結到起啦，心理變態，心理流就把所有事情的真相我們提訴出地之底，你會鋪佢起啦，時間流汗出真相的人呢？好人而做，姜濤的形象一般而謙厚善良，靠純為主事獨塑，作出乖仔偶像，這種形象某程度上成功車場，但亦拖住到一班對香港起啦文化反感的好人，於是成為了一種反動邪惡，香港華人生理跟理論，甚至一度成為了一種新興宗教，名叫善良教。教主就係姜濤，所以某程度上來講，姜濤同我翻嚟亦都並不宗教來的，點解他們那麼慷慨，做那麼多免費車市民搭車，做有矛盾之類的事，實就是在一種傳教的宗教，熱情之下進行的宗教活動。至於其他堂邊學，佢哋未必會喜歡姜濤的歌，藝冇幾但也很喜歡讚一句：這個年輕人真善良懂事，這樣就能輕易分享到一種道德的喜悅。德不配位，姜濤之所以吸引到咁多戲，當然首先是因為佢紅一啲，點解佢能夠夾得到咁多醜陋嘅討論，又都係因為佢紅。你睇下政治和大不當，在普通麻木，其實去到了可笑嘅程度，因為做一句支持年輕人，要為佢支持追夢，一定係做聽咗政治正確的話，而姜濤之所以容易引人批評，根本原因就係人做你德不配位，無論係唱公義嘅舞台表演嘅話，公民應對近代，香港數理小麗四數名人水平，而家數字強有問題，自然不派對社會最正義，強嘅副香港娛樂，更加副香港娛樂係第一人，你做法真令人不安，你有幾多才華就應承咗幾多罪過，呢個係觀眾對革命的基本期待，而當我裏面超實歷史批評聲自然湧現。同盲同默殘寫相比，佢哋無疑係更加求真。咁面對爭議的人，如果夠真係一種價值，其他無疑比希望份更有價值。你在整個娛樂圈都不可能找到唔識死的人，說出這些不方便的真相，戲太討厭，但娛樂圈的共謀關係難道不可言嗎？與我來瘟疫佢，香港社會嘅情緒近年極端化、分裂化，姜濤正被夾在期間，他亦係為藉遮又係代罪羊，發泄投訴希望翻，佢就投射失望，兩者都唔關佢事，佢入傳到就兩腿。佢哋視為全民偶像，自然背負社會對珍惜進步年輕力量的渴求，但一旦未能實現這些象徵，他就會被視為假象的偶像。這不是姜濤的錯，而是這個城市對希望的過度焦慮與無處安放。無處安放，姜濤一手復興了香港樂壇，這種迷思直到今日一直有人相信，一度也希望佢帶來的幻象折射出香港娛樂工業的敗壞，到今日都未有人說破，未預備好的巨星。不負之心，姜濤出道以來其實就是不出不全，一般成就下落災難，其實多到聆訊佢嘅應對，佢嘅表現以至讀到開始，見到百事大人惡化，而是缺乏完整分裂的結果。他唔係巨星，而係被準備好就退信實質的犧牲者，一等甚至的頂流偶像，面對被專業訓練危機處理心理抗壓嘅公道智慧，而姜濤明顯缺乏這些基礎，定期公司報道以來人哋可能缺乏使用成功成長到進退，再令壓力下崩潰。他未練成功，就被拉去上戰場，焚毀的不只是自己，還有整個世代對偶像的信仰。激與姜濤的成功與反感，其實是一面鏡，前出咗香港對成功的流動，然而對希望的焦慮，都是對兩場的極端要求。他並不完美，甚至已經被難。